大家好，歡迎返嚟小紅食同玩頻道。今日又出發啦，今日由布里斯本坐日機出發，返香港再轉機去中國新疆烏魯木齊。今次我哋會玩3個星期，路程包括新疆、甘肅、雲南同貴州，再返香港。期待呢次美妙嘅旅程。到點上機啦，我哋今次係坐國泰航空嘅豪華經濟艙，呢次係我第一次坐呢個級別嘅機位，佢係比經濟艙樣樣都大啲、闊啲，坐得舒服啲，仲有一個過夜嘅旅行衛生包啦，座位仲有一個小型嘅杯托，設計非常之貼心，而佢嘅餐飲亦都比較豐富一啲，無可否認係比較舒適一啲。但係價錢就係經濟艙嘅大約1倍 ，CP 值唔值就見仁見智啦。第2餐我哋因為瞓咗冇食到，跟住到咗香港機場之後，我哋就返到屋企同屋企人食咗餐晚飯啦。中午嘅時候我哋又返到香港機場啦，會合咗幾位老友記之後，我哋就入去機場嘅貴賓廳等上飛機啦。國泰航空公司嘅玉衡堂貴賓廳係我哋最中意去嘅貴賓廳。佢除咗地方夠大方便之外，食物亦都相當豐富。佢哋喺入邊分開好多個部分，譬如西餐啦、酒吧啦、中餐啦，仲有一個飲中國茶嘅茶室。佢哋嘅酒吧嘅存酒量係非常之豐富嘅，你叫咩飲品 cocktail 都有，同埋你嘅休息室係非常之大，光線充足，令你好舒服咁喺呢度等候上機。佢亦有好大嘅玻璃窗俾你可以睇到嘅飛機嘅升升降降，絕不沉悶。我最中意佢哋嘅中餐廳部分，風味坊係我最中意嚟嘅餐廳，佢哋嘅食物相當豐富，而佢嘅煮嘅麵係非常之好食。佢哋會提供一啲炒粉炒麵啦，有時有粥或者湯類啦，仲有各款不同嘅包點，麵檔又有啲湯麵供應啦。而佢哋嘅擔擔麵亦都係好出色，雲吞麵嘅水準亦都相當好。響午餐晚餐嘅時間仲有燒肉啊、叉燒等供應，之後再嚟片芝士，飽飽。食飽之後就落去浴室度沖返個涼，呢個浴室就比較黑啲，但其他一切都相當好。我精神滿滿之後，我哋就出嚟茗茶坊，去個茶廳嗰度飲杯茶、食件餅，等上飛機啦。佢哋除咗有10幾款中國名茶之外，仲有一啲葡撻啦、花生糖啊、蝴蝶酥等等嘅小食供應。到時候上機啦，我哋就飛離香港，大約5個小時之後就去到中國嘅烏魯木齊，已經天黑啦。烏魯木齊係新疆嘅首府城市，所有嘅機場都非常之大。我哋出咗境之後，會合到中國嗰方面嘅導遊，咁佢就接送我哋去市中心入住當地嘅酒店啦。由於今日導遊只負責接我哋去酒店，由於已經好晚啦，我哋入住之後就喺附近揾啲湯麵食咗就休息啦。呢間就係我哋呢幾日住嘅喜來登酒店啦，酒店尚算非常之新淨，而大堂嘅設計亦都相當有時代感啊！而家唔可以再小看中國內陸嘅城市發展，佢哋已經從以前嘅落後地方發展到今日頗具規模嘅中型城市啦。早上我哋就落去佢哋餐廳嗰度食早餐啦。餐廳地方相當大，但係由於唔係旅遊旺季，所以並不太多顧客。但早餐依然
種類非常之多，中西食品各式包點、粥麵類啦、雞蛋啦，同埋中國早餐必有嘅煮麵攤塔啦。蔬菜好多選擇，後來我先知道原來新疆嘅綠菜都係由其他省運嚟，所以呢度嘅綠菜比較貴。其他熱菜亦都相當多種類去選擇，水果亦都相當豐富。早餐之後，我哋就喺酒店行下，見到佢有一個相當大嘅健身室，可惜今日冇時間去用佢，因為我哋跟住就要出去第一個景點啦。我哋今日嘅景點係去侏羅紀化石保護基地，呢度係展現咗新疆響古地理同古生物學上嘅獨特地。我哋響美女嘅講解員帶領之下，我哋就入去參觀啦。首先經過毛澤東紀念館，展示咗好多毛澤東生平歷史紀念品。再走入去就會睇到150棵存活於自侏羅紀時代嘅巨樹化石區啦。呢啲都係1.6億年前嘅樹頭化石，亦有啲幼細者被雕刻為藝術品，好似呢啲嘅12生肖啦，雕刻到栩栩如生。據聞如果摸過呢啲生肖嘅頭都會發大財嘅，所以團友們都趕過去摸下每一個生肖嘅頭部啦。呢啲都係傳說而已。你再行過去就發現咗一個對新疆有極大貢獻嘅偉人啦，佢就係左宗棠。新疆人都承認冇左宗棠就冇今日嘅新疆。跟住我哋就行過去，就係見到一啲叫草原石人，而家都唔知道呢啲石人係何時雕刻，為何散布於新疆草原之上，有啲仲係好大個嘅雕刻品。跟住我哋就行入去叫做血汗寶馬基地、野馬美術館等。據聞呢度嘅主人係非常之愛馬嘅，所以佢就喺呢度繁殖一啲高質素嘅馬啦。據聞在香港賽馬之中亦贏過不少獎項。我哋可以從呢度陳設嘅雕塑同埋相片，深深體會到呢個主人係相當中意馬。跟住導遊就帶我哋去睇下呢度所飼養嘅血汗寶馬。呢度一匹匹嘅脖頸細長、馬耳直挺，有如兔子嘅名區。據聞呢啲馬跑千里之後流出嘅汗係帶有紅色嘅，所以叫做血汗寶馬啦。唔知同以前關公所坐嘅有冇血統關係呢？呢個馬房面積好大，好多靚馬喺呢度，相信比香港嘅馬會仲要大好多。今日參觀到此為止啦，之後我哋就去一間餐廳度食午餐啦。呢間餐廳亦都非常之大，今日嘅午餐都係自助餐形式，食品相當豐富，而且充滿新疆特色。對我哋啲廣東人嚟講係好有新鮮感。
呢間餐廳非常之大，而且佢嘅裝修略帶一啲歐陸嘅風情，令人都唔覺得置身於中國境內，好有歐亞嘅小鎮風情。食飽午飯之後，我哋就被帶到去一個叫做紅山公園啦。呢個係本地最大嘅一個公園，咁入邊有一個大佛寺，據聞有相當歷史，係本地人禮佛常去嘅廟宇。雖然呢個廟宇冇宏偉嘅建築物，但係亦都俾人一個心平氣和嘅氣氛。呢度除咗有大雄寶殿之外，亦有其他如財神殿啦、觀音殿等，可以話廟宇雖小，滿天神佛。加上留響屋頂嘅冰雪，俾人一個感覺到好關愛嘅寺廟。但好可惜，佢響寺廟入邊播放一啲流行曲，令呢個寺院減去咗一啲莊嚴嘅氣氛。我哋行返出嚟公園之後，就見到一啲冰雪尚未融化嘅景色，非常之令我哋興奮。由於佢春節嘅裝飾仲未拆除，所以俾我哋睇落去更加美麗啦。我哋行到上山頂之後，遙望一下烏市嘅景色之後，就返酒店啦。我哋就上房睇下我哋間房究竟係點樣噶啦。入到嚟之後，亦都係一間好普通嘅酒店客房啦，房間都相當大，望出去就冇乜景點可言啦。各位都覺得好奇怪，點解我哋下午會返酒店？係因為我哋團人少，所以就要加入另外一個今日到達嘅團一齊。領隊要去為佢哋辦理入住，所以我哋今日嘅下晝係自由時間。我哋組團時已經知道，其實我哋係多咗一個早上，我哋就去附近一個商場行下啦。而家由於中國嘅經濟若飛，所以平民生活亦得以改善。而家啲商場都起得相當之美觀，而且多元化。入黑之後，我哋就返去酒店嘅中餐廳，同另外一團人一齊食晚飯啦。今日嘅晚飯非常之豐富，而為咗遷就我哋香港人嘅口味，佢哋亦都做咗一啲廣東菜，甚至乎連烤鴨、紅燒肉都有。炒茄子啦，仲有啲鹹肉炒白菜花、蒸魚、甜酸蝦、炒青菜，仲有湯，非常之豐富嘅一個晚餐。食飽之後，我哋出去感受下個寒氣，準備聽日去天山天池，敬請留意，拜拜。